2015年，双北世壮运是国际级的比赛，会有超过130个国家，上无有25000位国内外选手来台湾参加比赛。到时阵，唔但有精彩运动比赛，这双北真侪个分场馆拢已经伫咧准备咯，要透过音乐会、农场体验、文书导览、DIY 等等，拢总集的主题68场文化活动来迎接国内外游客。对射球的动作延伸到总埔西炒菜，对球皮延伸到地滚岛。2025年的双北世壮运宣传结合丰富的台湾文化元素。世壮运是国际级的比赛，会有超过130个国家，上无25000位国内外选手参与。主办城市之一的台北市府表示，希望世壮运会当像去年巴黎文化奥运同款，透过运动和文化来行销城市，双北做伙合作推出真侪文化性的活动。10个主题包括了产业特色、在地信仰、艺术展演啊，阮就是希望讲来参加世壮运的朋友会当伫运动以外感受到台北市新北市的特色。双北举办的文化活动拢总有68场，要互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深度体验双北也更有台湾文化。也若讲到台湾近代的体育史，其实是对日本统治台湾开始建立基础的。有博物馆响应世壮运，甲有100年校史的淡江高中来推出100年老牌运动会导览活动，要带游客来看有100年历史的体育馆，也有全台湾第一个橄榄球场。博物馆嘛有推出特典，要互民众了解日本时代官员下班以后的运动项目，也有英国小学生的体操课。下班了后有足侪活动啊，像有的是运动活动，例如游泳啊、浪球啊、tennis 啊遮啊，因为遮的活动呢，甲即摆的世壮运其实嘛拢有咧配合。橄榄球队伫咧淡江中学伫遮，同款伫1923年，迄嘛呢嘛是咱后壁这栋咱的体育馆。成立的时阵，前总统李登辉总统嘛是伫遮练习咱的剑道哦。为着要迎接头一届台湾主办的2025年世壮运，双北侪个运动馆拢已经刷卡练手，要透过音乐会、农场体验，也有文书导览等等来迎接国内外游客。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新北报道。